Hello，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咁我係 Miss Wolf 啦，咁咧就想講解一下咧，小四奧數有一個課題咧，叫做數列求和嘅。數列求和係啦，即係呢一個嘅公式。咁就逐個講下，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公式嚟嘅，不過係最初期嘅時候點樣發現呢樣嘢咧？即係一個好長嘅數列咧，原來可以用速算嘅方法簡單去計到嘅。即係又唔用計數機，又唔使用好複雜嘅算草。咁咧，最初嗰個小故事咧，就係咧有一個叫做高斯嘅數學家啦。咁佢喺小學嘅時候大概10歲啦，就喺德國嘅時候上堂咧，上數學堂嘅時候咧，老師就出咗一條咁樣嘅題目，叫大家計。咁佢就好快已經諗到個方法啦。咁所以自此之後咧，就用佢個名去紀念，即係呢個第一次發現嘅公式啦。咁係點樣玩法咧？就係如果由1加到去100，好似好水蛇春咁長啦。咁但係原來唔使計到好複雜㗎喎。我哋只需要咧寫咗一條式之後咧，再特登寫一條相反但係一模一樣嘅式，即係由1加到100之後咧，再由100加翻去1。咁咧每一個打直嘅項目咧，大家有冇發覺都係相同嘅數字？就係100加1又係101，99加2又係101，一路咧加到去最尾咧都係101喎。咁變咗咧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啦，就係咧101乘以100個項目除以2。咁咧長話短說咧就係咧最尾用高斯命名嘅高斯求和嘅算式咧，即係呢個高斯求和啊，就係咧呢個啦。可以咧通用喺任何嘅數列嘅相加嘅，就係第一項首項加末項最尾嗰項乘以項目嘅數目除以2，即係好似呢個咁，就係1加到去100，所以咧首項係1，末項係100，乘以100項除以2，就會係計到咧5050啦。咁咧，我哋就不妨咧都可以試下，即係應用喺一啲實際嘅題目啦。咁但係喺呢個之前咧，想介紹下，仲有一個嘅公式咧，都係必須嘅，就係咧點樣計項數，因為有時唔一定係由1開始噶嘛，可能譬如由7開始或者係9開始都得噶嘛。咁咧，總之簡單嚟講咧，項數即係可以大家記咗先啦。就唔使深究點樣解釋噶啦，因為咧慢慢咧啲公式都係靠直接應用嘅啫。咁即係末項減去首項除公差加1，咁可以即刻睇一條題目咧去應用一下嘅，因為咧應用咧就係學得最快嘅其中一個方式。好，咁咧簡單去抽一條咧，即係常見嘅華夏杯出嘅奧數嘅題目啦。當然唔會係次次都一樣啦，咁但係我哋揀一啲例子去睇下先。即係如果最簡單就係呢種，好似頭先咁講，首項加末項乘項數，即係50個項目啦，1加到係50除2，咁樣咧，我哋就會計到，即係51乘25啦，就係1275，係啦。咁但係如果第6加到去75咧，我哋又要睇一睇咯。今次嘅首項係咪6啊？末項就係75。咁咧項數咧，我哋其實係有一個方法嘅。頭先嗰個就係項數就係末項減首項除公差加1，即係話咧，咁當然呢啲咧，再深入啲嘅公式咧，上課嘅時候會再詳細講解嘅。咁即係呢個項數就係咧末項減首項乘以公差，即係話呢度每個項目嘅相差係幾多啦？都係1啦。
再加一，咁所以呢度嘅項數咧係唔係69加一即係70？即係呢個係要分開計嘅。好啦，咁呢度70再除2，咁所以咧到時就係簡化晒噶啦，即係話75加6就係81，81再乘以35就係235啦。咁所以咧，小試牛刀咧，大家知道下哦，原來數列球王有一個咁勁嘅方式去計就好好玩嘅，即係話係一個叫做高斯嘅同學仔咧，小學嘅時候發現呢一個方式，咁當然到佢大個咗對數學好有興趣啦，就後尾係做咗數學家嘅，即係更加多其他深嘅公式都係佢發現嘅。係啦，咁今日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先啦，咁就歡迎報我嘅奧數班，就會係咧即係幫大家去預備唔同嘅數學比賽嘅。好，拜拜。